这不是我家的钥匙吗？哎，这多出来的一把是我家大门钥匙。啊？我下午有事，可以拜托你看家吗？坚信，我喜欢你。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家里这段时间出了些事情，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。一段时间是多久？可能是在你订婚之后。啊，不对，订婚之后更加的不方便，所以以后都不会来了。什么意思？